台湾人真爱爬山，伫咧休困时啊，都市附近郊区的山，拢有真侪人去咧行踏。毋过你敢捌想过，咱即马咧行的山路，有真侪拢是100外当前，台湾的交通抑阁无利便的时，咱的祖先为这粒山搬过迄粒山，为东部来到西部，也是讲两个庄头之间咧往来主要的交通路线。咱的祖先一步一步开出一寡路，即马咱就甲号做古道。咱即马行这条就是叫做挑米古道，哦，爬倒去就是为原迄个灵光站去，吼，我正边灵光站，我倒边就是中华的迄个技术学院，吼，会用通目沙去木架。以前的拢较歹行，以前阮咧开始咧行的时阵吼。伊个古道的路吼，拢是安尼较严实，就是较无好行啦。一段时间，咱台湾人将一寡探过全台湾的古道放袂记日。毋过，这120年来，愈来愈侪古道受到人的重视，重新搁整理，变做一条一条受欢迎的登山路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人讲这人生的公路直直行，成功的路伫倒一段。也讲到这条路啊，是咱用人用双脚家行出来的。不过一条路呢，有伊的历史意义、历史的分量伫顶头。今仔日来讲的就是咱台湾的古道，一款古早的路。今日邀请到2位来行人来到咱客厅要甲咱开讲哦。头一位要来邀请的就是咱的爬山高人，也是咱的古道专家吴元和吴老师，老师你好。你好。第二位要邀请的就是咱的文化资产学者，咱的肖文杰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台湾民间吼，敢若庙。就迄款民间甲官方的，也讲到这个古道吼，即古早人行这条路吼，咁咪分做讲是官行的，啊，甲普通人行的啊。路是大家拢会使行，但是有钱做路的人吼，其实無講介濟。哦，你像民間，你也講像迄個邦橋林家、吳峰林家，因迄是有迄個財產會使出來鋪橋做路。啊，但是大部分啊，咱即馬講的古道吼，應該攏是官方做的較濟。官方伊既然要做这条路，一定有迄个缘由啦。就比如讲，即马要开高速公路，是因为这个所在要甲大位两个相接，要互伊较方便。因为迄个古早的时阵要开这条路的时阵，比如讲这2个地点，伊究竟为什么要对遮开到遮哈？当然做路就是有伊目的性嘛。哦，比如伊统治，伊要去收税。伊军事方面，伊军事遐。官员要调动，你文官要调动，你要坐桥骑马，你当然要有一条较好的路，无你要去迄个所在上任，你会足痛苦的，足艰苦的。迄个有一寡路叫做什么西路古道，还是什么跳米古道，这寡是甲产业较有关系是？咱以早对这古道这个定义足粗浅的啦。咱讲古早时的道路就是古道，但是以咱即摆来讲咱来用较准确的定义啦，就是咱应该分做古道加迄个古路。你若讲迄个溪路啦、盐路啦，这种迄个加产业关系这种较属于古路的性质因为较属于民间的，嘛较紧损害所以其实老师你若无甲阮解剖，其实阮拢会甲这古道全部拢甲伊古早路全部拢人做一伙，唔管伊是官方起的，或者是讲咱民间这款产业的路，其实拢甲伊人做伙叫做古道就对啦。对，因为咱市面上有一本册做全世界500条古道，以前咱台湾加一条入选，迄条就是清朝的北通关古道，加迄条尔。所以外国人你看伊这定义，其实伊袂讲你凊彩一条路，你讲是古道就古道，一定有伊迄个足准确的迄个定义伫内底。就这款的古道来讲啊，伫咱一条顶头，咱通常会当看到什么款的位置啊？这条路内底，咱就会使看到讲，因为清朝的时阵要开辟这个路的时阵，伊就会
立一寡吼，例如讲石牌，吼，啊，这石牌头顶伊就是历史，例如讲咱伫迄南投遐，吼，咱迄个鹿谷遐，会看到讲吼，伊就刻起迄石壁头顶，吼，啊，迄石壁头顶伊写字，哦，迄可能足歹念，叫万年幸福啦，吼，就是讲希望这条路会使通畅的意思，吼，伊就大概有这款的石牌，啊，伊记迄个。集几大家嘛是有吼，啊，所以伊一条沿路差不多拢有这款的算讲伊是徛在官方的立场所立的石牌安尼。石牌顶头啊，伊会写什么款的内容啊？伊咱拄仔你讲的吼，因为伊是一个清朝的官员，啊，所以伊拄仔咱你看是用一个清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写，所以伊捌写就迄个。吼，比如讲，咱华丽来讲，就开辟红方、开辟红啦吼，伊就讲甲这个所在视为较早是较野蛮的所在，吼，这是一个清朝的官员，吼的角度较偏向所谓的大汉人主义的角度去写的，吼，都大概有这款的吼。伊讲开这条路，感觉讲哦，足辛苦的安尼，的这个角度去写的。咱今仔有一张这个图吼，就讲咱台湾这个古道这个图吼，其实甲伊看起来吼，东西向的迄个路敢是较济，啊那南北向的路敢是较少寡。我的认知是安尼啦吼，上早清朝先统治是伫台湾的西部，吼，伫西边的时阵，伊拢其实是南北向的。南北向。伊入到迄个牡丹社事件了后，伊才感觉好爱开发东部，所以开始做环的。那环的其实就是咱以前讲的迄个中路、南路。啊，其实北路吼，迄个苏澳到迄个花莲，这嘛是算直的。哦，拢嘛是南北向。啊，等到是日本人来了，伊要统治山迄个山区内底的海原住民，伊等到开真侪环的。吼啊，所以咱即摆留落来古道来讲哦，也毋是清朝，就日本的啊，大家拢印象中拢感觉敢若环的较济，其实毋是安尼。哦，原来是。你应该讲古路吼，因为伊的目的无共吼，所以伊就无共款的时期的开发的方式嘛无共。你行过遮尔济即款古道啊，台湾上界长的一条古道是哪一条？目前我知影应该上长的可能就是迄个省道台一线。啊，以早对台南出来了吼，因为你早有一个。日本清朝先有一个制度，你迄武将吼，你也对福建坐船啊来台湾台南府，啊对遐开始吼，然后行去个东山迄边，行到山区，行到向北，吼经过迄个嘉义，吼啊行到彰化、新竹，一直行到宜兰了，吼顺势这中所有迄个住宅遐营盘，审视了吼，然后佫翻头，佫倒来到台南。然后坐船等去福建，啊，然后写一个咧，吼造章吼，啊，去你吼顶悬的迄个皇帝知影，吼，安尼一抓咧来台湾吼，加连坐船行路吼，你看伊行差不多6个月到8个月中间，嘿，你也看天气好歹，你也歹时，你像大家起啊沉起来吼，还是讲大安起沉起来，你看伊就讲来动过6天，吼，啊，所以这条吼。上早官道吼，顺势这条路吼，应该我感觉是应该算上长的。上长。对台南一直拖到宜兰。咱拢即马讲吼，就是去山里面行看吼，像包含我嘛去讲去行迄个草岭古道吼，对我来讲就是敢若是一种健行吼，爬山。但是事实上，爬山甲行古道是无共款的概念。对，应该是安尼讲吼，因为咱一般人都感觉讲去爬山是感觉讲是款。健身啊，休闲娱乐哦，这个角度来去看。啊，但是吼，咱若徛伫文化资产的角度来看，古道就介趣味，因为伊就内底有足侪历史的。比如讲，咱会找到一寡讲哦，迄个驻在所这遗迹，吼，也是讲是迄个吼，有迄个石碑，吼，也是讲有土地公庙，啊，伊寡会讲，例如讲伊用在地石头拍出来的一寡，吼，例如讲遗构。吼啊，所以咱来行这个古道的时阵，就敢若你上迄个历史课共款，吼，啊，你感觉讲啊，这介趣味，咱就知影讲，这台湾的历史，甲这咱这算讲，这个生活空间，吼，这个自然会使做一个结合安尼。对。伊这叫做金字牌吼，其实我是看是毋是因为顶头这字是金色，这叫做一个名，啊，顶头这写是啥物款内容？
这是迄个老营顶吼，以早吼，我毋是讲因官员武将吼爱去巡视遐营盘，好啊，所以经过这时，伊人吼爱写诗，所以其实吼嘛写真摕做者字伫迄个沿路顶悬。这个武将其实真注意，伊上早来吼，其实伊是伫南部做官。迄阵迄个恒春当啊设城尔。吼，迄个县长刘有基。去行迄，即摆人讲的做阿人伊无，伊就个迄个人桥北南道就是恒春到迄个台东的迄条路，以前都是负责吼骑马吼，骑迄个县长去巡视的。啊，但是后来伊去来北部的时候，伊经过这个所在，你看伊就写一首诗。咱即马做这蒙牌还是措施的时阵，咱有当时会讲个一个术语叫安金啦，吼，安金。安金的意思是讲，咱甲迄金箔啊吼，金箔拍甲足薄的，啊伊其迄个头顶有一个粘着剂，吼，例如讲咱用擦吼写起，啊伊这金啊吼薄啊，足薄就比卫生纸较薄吼，啊会使甲粘起哩，粘起了伊就看起哦，啊金光闪闪，就敢若看起咱伫庙里看到安尼共款，啊当然即马人袂较土然啊，是讲无遐尔啊侪材料啦吼。伊毋是讲费用足悬的，因为伊个金仔拍甲足薄的吼。咱即马就袂人用迄金色的擦来取代，但是实际上是应该爱用金箔啊，吼金箔啊来粘。伊即个古道顶头啊，像即款石牌的数量是侪啊少啊。其实我家己来看吼，例如讲咱看草嶺啊古道，还是讲北通关，其实伊有一定的量啦吼。但是你也无去甲管理。吼，伊当然会去无去，吼，你咱即摆是讲为虾米要用这文化资产法来甲保护牌，吼，啊，就是这个原因。较早是真济，吼，但是嘛有一寡消失去，吼，北通关呢内底，比如讲洪水啊，啥有的楼嘛无去啊，吼，啊，即摆大部分拢是有一个文化资产的方法来甲维护。咱嘛捌拄着吼，迄个伫南投一个吼。伊叫做画技蛮墨啦，吼，迄字足歹念的。伊这个就是吼，伊嘛是一个古碑，吼，这个就古种。伊头顶较早的时阵，就是咱较无注意，怎人较徛一个条啊，吼门柱啦，吼，甲徛去，迄头顶，迄其实拢是破坏文化资产。啊，咱在面对这款物件的时阵，咱主要一个态度的问题是讲古早啦，吼，古早的人因为要甲留落来，所以咱就会用。踏碑的方法，来甲留落，甲这个字留落。啊，因为咱即马有这文化资产法，就用这个文化资产甲留的，吼，甲保留落来，吼。啊，变成讲有一寡但是迄字吼有个方法，所以这个踏碑是古早的时阵是较早有一个重要性是讲，咱会使去辨识这个碑文，吼，内底的内容，但是即马是爱甲咱即寡朋友来甲解释啦，唔通学袂起踏碑，因为。咱即摆内底，例如讲虎字碑是文化资产，对，吼，啊，你即摆去踏碑，也是讲有的人会不小心去破坏去，吼，所以这方面即摆政府有这个限制，吼，你也变做文化资产的，是这上是袂使去，吼，啊，所以我爱申请，还是讲官方爱许可，咱才使去做这件代志，啊，但是阮伫民间内底，咱例如讲，吼，咱常常去拄着，例如讲新店啊，哦，是，吼，这较早所谓的行乞纪念碑啊。好啊，这款的无文化资产，伊可能路边可能叫遮弄歹，这个阮就爱事先做一寡预防，会先甲托起来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啊，你继续请教老师吼，通常伫咧一条古道顶头，除了看到这个石牌以外，啊，佫会当看到什么款的位？一般来讲吼，是土地公庙是足济，毋是咱一个信仰内底。咱来讲吼，咱拢感觉讲迄地方的信仰内底上较重要的吼啊。有的所在会记看到山神庙啦，吼，比如讲土地公内底，佫有一寡吼，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土地公上济，嘛有看到山神庙，啊，但是你也讲有的较路口的所在，吼，啊，就无一定是安尼，这甲咱这所谓这民间的信仰有关系吼。例如讲，你去南投吼，咱要行迄北通关，这条古道的时阵，例如讲，迄凤凰山寺啊，吼，一拜是拜这个惭愧祖师，吼，啊，就较无共。啊，行到花莲遐去的时阵，这边遐吼，就拜关圣帝君。所以你看下一个所在，伊的信仰，伊的信仰其实甲地方，这个有些小小的差别。
其实事实上吼，自咱的这个政府统计吼，台湾庙宇内面上届这游玩是这个土地公庙啦。也讲到吼，咱即马真侪人啊，伫疫情过后，拢会行入去山内面，想要去行看看咧。毋过你行这条路是古道，这其中有真侪眉眉角角，咱游玩呢，小休困一下，较等下听两位专家甲咱解说。人讲内行看宝地，外行对人马。今仔日去到这个山里行这条古道，真侪眉眉角角，邀请到内行人要甲咱开破。来请教到咱的肖老师吼，就是伫咧一条古路当中啊，除了咱对啊看到这个土地公庙啊，伊用在地这个石头吼来起这土地公庙啊，还佫有其他的遗迹会当看到无？对，例如讲咱上届看，你讲驻在所啦吼，驻在所这款呢，会都足清楚的。啊嘛有看到迄款旗头顶设立山炮，吼，算讲要甲统治这原住民。部落内底加减嘛有一寡部落的遗迹记的。咱来你看到迄石房厝，吼是行行你看到的。啊石房厝，我今日摕来的相片是用这个老汽车来做一个替代。啊，我为虾米用这讲石房厝是讲？咱其实你看这原住民的物件，是你看一个生活的智慧啦。伫现代内底，咱免面对这个，你讲咱即马有全球暖化这款问题。石房厝伊介趣味一点吼，伊是石板啊，伊无用。咱汉人你做起厝时，咱拢用红布里啊，爱黏啊，伊拢免黏啦，吼，伊都无黏。伊是用一个对地的手法，吼，啊水会使流出去外口，袂流去厝内，吼，啊伊会较大的、较高的石板，伊会放去后前做。吼，就是讲厝的这面的方用，吼，啊一块一块安尼排开，吼，啊伊这个介趣味就是讲，因为伊是一块一块，所以伊的这空间这个调换嘛无要紧啦，吼，伊一个生活的智慧，啊，咱若伫内底，因为伊无参咱汉人哦，会有一个烟囱，有一个灶，伊伫内底，伊去煮饭的时阵，哦，啊，你会看到讲，哦，石板内底。就因就对遐出来，还是足趣味的代志。伊厝无讲介大厅，因为是伊甲这个衡量的距离，有这个关系。就是讲你看到讲，哦，咱原住民去山顶内底的智慧，好啊，所以咱伫内底看到这部分的时阵，咱嘛感觉讲，这个物件甲咱完全无共款，咱是内底会使学到什么款的智慧。好，这是我感觉讲去看这个物件。当然，即马山顶足侪哦，石板路种放去，因为头顶这个污染。上去，吼，啊，就是啊，即嘛是讲，伫头顶内底会使看到城市，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安尼。有听讲吼，即块石牌吼，伊写这个内容足特别的哦，是特别伫塔位。这上特别就是伊吼，应该咱上古早啊做生态环保。哦。嘿，安怎讲呢吼？伊吼做这条路的时吼，伊讲感觉这条路吼，常常有人去采茶啦，吼去抾茶，吼啊，所以。你行这条路线会变晒热，你知哦？啊，所以迄阵啊，官方就规气吼，刻一块牌伫遮，哦，意思是讲，你经过这条路绝对袂使错茶，哦，你若错茶吼，就要甲你处罚，哦，叫做红现色金币，哦，伊的意思就是吼，讲你袂使错茶，所以等于生态环保啦。伫咱这条这古道吼，其实伊拢有迄个伊开垦的，要去改做这条路，才会旅游啦。也亲像真侪名词，比如讲亲像安波，安波是啥物意思？安波就是讲咱以前吼啊要爬山吼，你若爬去个上顶悬是足忝的，所以经过一个吼2粒山中上低迄个所在啊，做安波，就是咱骑马迄个马鞍共款啦，啊，哦啊对遐过吼是上紧的。所以即马真侪迄个古道吼，拢有即个安坡即个所在，等于是一个传阅的所在。哦，所以是算是头一步的一条路了，对啊啦。你讲头一步嘛会使啦，因为较轻松啦。啊，呀，那爱用线咧，爱用两字就是讲，伊为了防止这个原住民甲吼，这个算讲与这彼此冲突，所以爱用是本来就是讲我家有一个驻兵。吼，遮啊你，这个是，所以一开始咱伫迄个翻摄采风图清朝的翻摄采风图内底，其实就会看到讲有所谓的爱寮，吼，这款的物件，吼，啊，算讲来做这，所以是第一点是清朝开始，啊，甲日本时代当然也叫做爱用线这个物件，所以咱若看到咱看的土牛沟，吼，土牛沟就是较早清朝时阵的这个概念。
好，你会使看到讲伊内底是一个人工吞开的两边较悬，啊中较低，这就是做一个所谓的界线。所以咱有当时啊去毋是甲看到爱用线，咱有时啊会去看到所有土牛碑、土牛牌啦吼，这个土牛牌作为界限。啊，慢慢看到讲伫迄个高坑甲尾山的交界这个所在，伊嘛甲你讲哦，头顶有一个刻石头顶，一个石牌，伊头顶就讲，啊你遮的人袂使凊彩越线过去边遐开垦啊，吼袂使私垦这件代志吼，啊这就是咱较咧看到讲这较早的这个爱用线的。较早的定义安尼啦。对。所以老师，这个相片其实就是土牛胶的，对，这是土牛胶，这是桃园一大家。哦，所以其实这土牛胶其实是深开始是为着这个原住民去画一条线的，对啊。只是讲因用行动的方式去甲伊挖出来。对，爱吞开。爱吞开了，对啊吼。因为安尼老师是毋是搁来请教一个问题是落尾，其实咱的迄个台湾历史拢读的一个叫呼唤的这个政策。对，名讲的较好听啦，叫呼唤啦吼。其实内底当然嘛是造成所有原住民内底伊的流离失所。对哦。吼，这加减是有这个现象，但是伊用这个态度，你来看讲，例如讲咱去看到拄啊北东关你写的，吼，伊徛伫一个汉人的说法，伊讲开辟蛮荒嘛，吼，所以伊用这款啊，所以迄边遐的人嘛会甲破，吼，伊居民嘛甲破，其迄个鹿谷这大家嘛一个庙吼，土地公庙，头顶嘛两个碑啊，这两个这个所谓的酒牌头顶嘛足趣味，一个是你甲何讲哦，这个何公用好厉害安尼，吼啊这个算讲啊，所以迄个吼啊另外一个写是写讲，咱拄啊看到清朝的政策，一开始用土牛，吼啊另外迄个碑就写讲，啊即马较早禁止恁入去内底去测这个汤吼。这个啊，即摆会使啊，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吼，光绪年间的时阵，政策会改变，吼，所以你拄仔咱看的讲，土牛甲你讲叫你袂使越线，吼啊土牛界碑叫你袂使越线，到最后就是越过这个做海垦安尼。在一个职务吼叫做保甲，甚至嘛有一个地点叫做保甲路，啊，这个保甲是安怎来的？这是一个制度啦，吼，比如讲。以这个社会制度来去约束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山顶的政策。啊，内底上届咱拄仔咧讲的保甲路吼，其实咱伫片头内底有讲到。伊因为要甲这现代化的物件，例如讲我路开较大条的，我会武力，例如讲我的山炮会使塞入去啊，所以伊有一个宽度，吼，这个宽度大部分拢大概6尺左右，吼啊，所以伊是安尼甲这个武器。上入内底安尼，好啊，所以当然是较一个比较有迄个算讲军事化的这目标入去安尼。但是头先讲到路吼，我感觉有这样讲的吼，伊讲吼，迄路吼6尺吼，其实讲62尺，62尺才180公分，吼，就是有即像这款炮，山炮、野炮，哦，原来是安尼。所以一定要做甲遮宽，伊个炮较好走安尼。吼，啊，咱行的时候小小心嘛较方便。因为180公分其实来行应该算宽。清朝的人嘛是共款，因用20尺，吼，因清朝的尺20尺，路嘛要做甲遮宽。啊，官方的道路拢有限定，讲你要做偌宽啦。古道拢有真侪迄款俗言语，比如讲叫做草山风得啊乌雨。金包里大路，这介绍是一个爬山的一个路径的一个过程吼。啊，为什么会有这款的俗言语出现？啊，因为伊要按一个运吼，啊，这个物件就是等于吼，你配合地形，咱有地形的雨，地形的风，哦，啊，所以伊的意思是讲，我行到这的时阵，风特别透，哦，伊可能都伫迄个哦，迄个咱头讲的安部哦，都要变过所在，哦，都风对啊咧出入，哦，啊，所以风向头，草山风，哦，啊，得个好哦，你行变过这个花坡，佮落来了吼，得个这边哦，就算一个山窟啦，山窟啦喺顶悬山顶集水落来，啊，这就雨水特别高，啊，金宝里大路是讲伊都要做这条路，伊只是配合咧按一个运安尼尔。哦，还有一句叫做
行过三条岭，唔敢越头想无囝。敢真正讲三条岭这个所在，伊的地形是有啥物较特别的，还是讲伊行过这三条岭了后，伊要做的遐个事业啊、工课，重担足大，是安怎？老师通解说一下无？即个像咱以前吼，因讲吼，对福建广东要来台湾吼，过迄个湖水沟共款嘛吼，讲啥物十期吼，一回头对无？系啊。就是讲，你要过来就麻烦，你要共款，你要对淡水这边要过宜兰遐开垦，上古早是行山边，你像迄五沙，对澳底这边行山路，行海路，较好定定讲方向，嘛较好行。后来官方就感觉，哇，你靠迄个海边啊，继续远的啊，所以我做一条山路，所以就迄淡南古道嘛，这条官道来讲，会过三条岭。去大诶什么平埔啊，啦是迄个泰雅族啦吼，因会来出草啊。所以你才有迄句话留落来，表示讲你要变过无遐简单啊。毋是讲迄个大自然甲你阻碍尔，佮有迄个人，佮有迄个，等于你是外乡的人，可能去用出草安尼。对。还佫另外一句叫做吼，砍断五载同血泪，五载山下五自悲。这听起来就像这个武侠小说这个一句话，请教咱肖老师。咱你讲的迄五子边吼，咱若看一下图片吼，其实一个造型是一个手，你也加注意看吼，一般人来甲食的所在，拢会去买一寡玩具啦，吼，也是买一寡恁爱食的物件去遐。因为伊讲的一个事件是八宝事件啦，八宝事件是咱伫台湾历史上来讲，咱嘛算叫一个悲剧。虽然讲是一个对抗日本的一个活动无毋对，但是是过程当中，甲这个囡仔甲杀死，伊就变成讲纪念这个去互杀死的这个小朋友，所以去遐徛一个碑，立个迄个石牌去遮，所以你其实内底你会看到咱台湾的历史。所以呢，咱行到迄个山里行这条古路，会当讲吼，如果讲这条山头是一个学校，这条古道就是历史课。究竟这当中要真侪趣味的代志，咱先休困一下，较等下请两位专家继续甲咱分享。那按照地形，会当分做搬过山岭的弯岭古道，沿溪流边的溪谷古道，阁有平地古道甲沿海古道。台湾上济就是弯岭古道，因为台湾伫早前陆地交通无利便，若是要为东部再回到西部，就要靠人工排列。一步一步行古道运送过来。古道吼，以我感觉啦吼，应该是古早的人讲的做古早时的道路，拢是做古道。但是吼，以我的定义来讲吼，古道应该是属于官方的道路，然后因有维修啦，吼有整理，所以维持较久，有人使用，伊中有一寡设施，伊地图顶悬会画出来。迄种叫做古道，可能是清朝的，嘛可能是日本的。若讲山南是一间学校，这古道就是学校的历史课。后一回若有机会来这寡古道行一转，咱就会当慢慢啊来欣赏，点点啊感受，伫迄个时代，咱的祖先是安怎伫这一条一条的古道。为着生活打拼来走总。若讲山是一间学校，这古道就是学校内面的历史课。今日要来请教到咱的顾科老师吼，头起先我会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咱即马拢会将这古道号真侪名，比如讲金字牌古道、草岭古道，事实上因两个是相接的同一条线。像以前人做的报告吼，你看金字牌的研究吼。因以在淡水听应该是讲对新竹啦吼，要到宜兰吼，其实有真侪行法。你可能行去基隆啊，顺海边啊，行去澳底吼，然后行顺海边啊，行去到宜兰。咱是嘛有对行山路的，对无？咱头讲官方的道路，后来感觉
我踅海边，啊靠足远的，规矩我山里做一条新的路。啊，所以淡南古道内底就分几啊段。你3条岭并过了，搁一个草岭。啊，所以即马搁有一个什么草岭古道。以前来讲，有个淡南古道的3条岭这段，还是迄个暖迄段，还是讲草岭这段，应该是安尼讲啊对。但是咱即马都习惯就是拢简单讲来咧，为着我爬山爬一工呢，我就行这段啦。啊，这段就是3条岭古道，就是草岭古道，咱拢安尼讲。就变安尼。啊，你看像讲古早的人吼，你看自古早留一本遮古早的地图，北大古五都图，伊这吼等于为清朝一寡大部分的地图拢收伫内底啊。收伫内底伊就讲吼真简单。以早我后一张公文要对台南送到迄个宜兰，要安送？甲切做几啊段。切做几啊段。中华的负责送中华这段，淡水厅就是要负责送中华，加迄个到宜兰的交界这段。这段拢是算淡水厅负责的。啊，伊对新竹吼，不管向南向北，2天要有公文送到位。我要送到宜兰的交接的所在，啊，宜兰这边个派人去接迄张公文。2天一定要送到位。啊，你讲以前的路也无好，你看迄路要怎行？所以在淡南古道，迄种官方的道路其实是足好行。2天要送一个公文，送超100多公里呢。遐呢，在即个清朝时代甲日本时代，因一定拢有甲即个古道尽量甲伊做较好势。今仔日在即张相片内面啊，老师你我都甲咱区别讲，搭一个是日本时代，搭一个是清朝时代。咱清朝甲日本时代吼，咱他们讲着迄个开山呼唤这个工课。开山呼唤毋是完全甲原住民对立，想相拍，安尼就讲拍赢的人吼，我就要安怎就安怎，毋是安尼。以前开山呼唤吼，就是讲我要做路，先甲你讲就好，你甲我斗做路，我看你要爱啥我互你。山区欠盐，所以才真侪人大盐龟，你要盐好，互你盐。然后你要起火，以前用迄什么钻木取火啦吼，还是讲用迄拍石啊迄种，吼起火啦吼，足无方便对无？你要翻啊火机。我规盒互你，你甲伊要起火就方便。伊是用这个方法去买收这原住民，所以以前有人甲我讲，迄个吴公良伊去要开个中路，要开个北通关的时候，带迄个飞虎营，带安尼500人去哩。我讲你去山区，你500人，你要安怎补给？真简单，甲原住民讲就好。你物件卖我，我甲你交换嘛无要紧。你可能因为山区以前人钱无路用嘛，我交换物件换物件。就以前有人甲我问讲，先啊以前迄个看迄个官方啊，不管清朝日本人哦，拢会送迄布互迄个原住民。原住民家己会晓一布吼，先啊伊爱你的布。你知原住民要做一块布偌麻烦无？我去捡迄个。苎麻，苎麻有无？迄麻啊吼，麻了我搁抽丝，搁变做线，线搁做搁安尼伫遐切迄块布出来。你看迄块布可能对原料取材到上尾完成是2冬。2冬。所以你要布互我当然好啊，我哪会唔好？像这2个啊，免哪判断伊是清朝，伊是日本。清朝吼，以前的路吼，因为伊嘛无。惊原住民的叛变，所以伊吼一路尽量下较底咧，下较底，厝较底，就是说迄个林仔线足架，伊嘛是做楼梯安尼落去，所以你像这楼梯有无？这关门古道啊，这就以前迄个中路对南投要过花莲的。你看伊这就做迄种诶，那之前迄种啊，人讲做回转楼梯啦，旋转楼梯，其实就是这种楼梯安尼。你日本人哦，因是用迄个，咱讲做迄个长高线，顶高线，所以伊个拢会尽量做足平，伊个起伏足低啦，伊就等于绕入去迄个溪谷，然后出来山林啊线，然后入去溪谷，伊安尼走的，所以中途佫设足一个迄个住宅所，伫迄个原住民的迄个区域内底，因就无较差，因无差吼，因为因就是要统治。迄个原住民，所以尽量吼利用迄个路吼入原住民地区。清朝人尽量避开原住民地区。
古道哈，毕竟这是官方要来甲伊做的时阵啊，一定有无共款的迄个材质去做这个路。啊，通常这个材质啊，有啥物款的材质啊？因这个材料是对倒位来？咱其实咱拄仔看到迄清朝的用迄款木头来做这个阶梯的方法，其实咱新溪的茶山古道内底，其实加减会使看到类似的工法。例如讲，伊即马在地吼，伊虽然讲毋是即马做的啦吼，伊是即马做维护，所以伊茶会凹嘛吼，啊所以伊要维护啊，伊嘛是用古早的方法吼，例如讲就地取材的方法来甲做这道路甲做开，所以咱其实内底看，其实看到足侪在地的智慧内底，例如讲。这个茶山古道头顶一间草厝吼，林家草厝。这个林家草厝，你甲注意看伊的楼梯的部分，你会使发现讲，爱石头的所在，伊嘛是共款哦，伊是只石头拍做楼梯。好啊，所以你去山内底，你都会使尽量节省你的运费的做法，会使用在地的做法，的时阵会尽量去用在地的材料安尼。对，因为老师咱想这敢是伊。做出来的楼梯路，对，即马诶内底吼，咱若去这个茶山古道这个帕伦这个所在，吼啊，其实伊这是民间维护的，吼，下骹有一个叫做蔡班长的，伊蔡家古厝，伊为了这个山路吼，伊其实敢若有点像志工的形态，有一寡少年人吼啊，会定期爱来甲维护，啊，所以咱即马当做一条路是文化资产的时阵，其实伊就爱有人去行。吼，爱有人去甲维护，啊无伊这物件其实伊很快的就被淹没住安尼，伊又吹无去安尼。古早人就是讲做这石头一定爱拍石啊吼，啊这拍甲这平其实是有程度上的困难啦。啊老师，这通常这个石材是对倒位来？咱若看茶山古道吼，其实你会使注意到伊头顶边仔有几粒大石头，啊你会甲比较下，你就其实看出来讲，啊伊材质是共款的，啊，其实古早人吼，伊去开垦的过程当中，其实伊对到一个状况，就是讲，你也无甲这个石头拍掉，尤其其他北部来讲，较偏向坡山地形，你也无石头无甲拍掉，你嘛无法度耕种，无法度种啥，所以拍石啊，在当时是一个足基础的一个基本的讲法，起厝石头厝，吼啊用迄石头拍石啊做这个石阶，吼，这是咱今日看的。这个古道拢是伫咧。深山啊，来伫咱大自然当中啦，伊对，因为而且咱比如讲，不管是用柴也好，也是用这石头也好，其实拢是自然的迄个材料，所以有可能会伤害。啊，那以文主的这个角度，老师这敢要去改修复啊？其实是爱啦，吼，因为你要继续行嘛，你要继续行，啊，你其实都爱去甲修复，从维护，吼，尤其是这个维护比修复。较重要，啊，当然你会使，咱即摆看就即个古道嘛，是共款拢在地人，吼，也是讲一寡时间去甲做即款代志这。对，因为老师，咱台湾敢毋搭一条古道有当咧进行这个修复过？官方咱以前吼第一条的国家级示范步道是侠客罗古道，啊，后来吼有人甲讲，迄侠客罗古道短安尼啊，吼，后来咁佫定一条就能高越岭。这开来大概咱台湾以前上早的示范步道啦。啊，你讲第一条被你用个古迹内底的吼，第一条吼，就是迄个北通关。像北通关古道是咱以前古迹内底唯一条道路去用下到古迹迄个区域内底。因为北通关是较早就足早来政府的时阵就已经指定的国定古迹。迄阵无文化景观的概念，啊，其实一个文化景观内底吼，一个文化景观内底其实嘛会使有古迹的，吼，例如讲咱定点迄个石头顶诶石石碑嘛，刻个迄就会使做定点的，吼啊，其实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但是因为咱台湾人吼，听到文化景观咱惊，为什么惊？因为文化景观诶要求较低啦。伊要求较加讲，伊破坏无这个民族法的法则，所以吼，伊当初有人讲要甲变做文化景观，当作有人反对啦，吼。啊，其实我的看法是讲，伊要有一个管理维护，吼，管理的维护的计划来甲维护来讲，可以维持伊较早这路径的畅通，吼，因为咱即摆伊这管道，咱即摆变做讲，咱是咱休闲的这道，咱会使看到历史，
啊，物仔去啊保持这个状况是咱即马爱需要做的代志安尼。对哦。也今仔日吼，其实事实上，咱听两位老师甲咱分享安尼济，我相信观众朋友你心肝头一定小可喵喵啊，对无？想要行入去这个古道内面看这物件，对着这个古道英国到登去到英国这个光景，毋过万请是一个确定啊后一站的咱的5科老师呢，要甲咱分享真济行入去古道爱穿什么款的物件，千万毋通离开，咱小休困一下。好多只叫咱观众朋友先打动去爬山内面有真济眉眉角角，特别是要行这古道的部分，咱会请教到这经验丰富的5科老师，因为咱最近吼，迄个新闻定定讲真济人啊，连青拖啊穿的吼，关大的穿的，就想要入去迄个深山那内吼。啊，其实这古道咱拄则像肖老师嘛讲嘛，有这个茶做的嘛，有这石头做的嘛，所以其实毋是咱所讲的一般的平路嘛。去到这个山内面要行这古道，老师爱注意什么款的问题？一般吼，你有2项工课要做啦。第一项伫你厝内底，你就要先做功课啦。做功课。所以你看我吼，爱去读真济这种甲古道有关系的册。哦，你看这日本时代的道路的建设，你看这本才够。哦，啊，你看像这清朝时阵的这种迄个册，哦，哦，啊，你像这地图，这你就等于你出门前拢爱看。哦，啊，看这种影像的册。哦，日本时代的迄个道路是什么款？我出去无一定拢好天，所以我所有物件拢爱早坐船。哦，我有螺啊，哦，啊我有钉，哦，啊熬啊，哦，啊糖丝啊，还是猪，哦，哦，啊然后你看，哦，我搁爱炸迄个头灯，哦，万一我迄个天暗了，哦，我就要有头灯，哦，啊我爱炸笔记本，因为我爱写我记录。哦，啊，当然我证件嘛爱炸，哦，因为我无证件，万一我出什么代志，人唔知你是谁啊，对无？哦，啊有迄个配笑，哦，你也知影吼，我去吼，像我这个建筑物啦，是我讲这个石刻啊偌宽，哦，啊是啥物，你总爱有一个笑，哦，啊有刀啊，万一你经过吼，迄路用后面啊吼，啊你可能有一寡草啊是树枝。哦，你要用刀啊，哦，先清一下，哦，啊，你搁爱有迄个指北针，有哦，你要知影方向，哦，配合你的地图啊，知影方向，哦，还有笔符啊，哦，还有迄个瑞士刀，哦，这拢有路用的物件，啊，当然你嘛爱炸水，水是上重要，对无？哦，你个天气啊，迄个，哦，啊，你有雨衫、雨裤，哦，啊，佮有迄个手套，哦，啊，佮有迄个。牌啊，你总爱物件拢落去内底，哦，啊上尾是穿长手软的，哦，较袂去互迄个寒芒刮掉，对，哦，啊有背包套，哦，啊我内底有当时我搁会炸一支雨伞，有当时你啊迄个路较宽时，你就压雨伞。事实上，要入去山，其实敢爱有除了就是讲做功课以外，老师你认为讲也搁爱训练啥？体力爱训练。你像我吼，你看拢爱穿迄个登山鞋，因为你啊穿一般鞋啊，真紧会钻掉。哦，因为你迄软，哦，啊，然后你迄下骹迄个气氛吼较浅，所以你足骨的。所以我一般拢鼓励人爱穿迄个登山鞋。哦，啊，登山鞋啊。哦，啊，你裤嘛是穿只较厚的吼，较袂刮。当然，你也知你去的所在真开阔吼，你也确定讲你吼会使穿短裤，迄我就无意见。但是一般来讲，行古道无遮顺利，无遮顺势啦。无遐顺。因为老师，你认为讲行到迄个古道啊，咱一般民众爱具备什么款的心态再去行？你会介意古道的人，大部分你对历史一定有兴趣。你对台湾的历史有兴趣，你家去行这古道嘛。啊，所以你就要知影真济代志吼。哦，啊，你也唔知，哦，你看去要听演讲，还是要家己要去看册啊，找册看吼，还是要去问人，吼，总是较好啦。因为你讲起来各种吼，无一定做出物件啦。咁迄款古道其实较适合，比如讲咱的观众朋友讲，做一工去啊，做一个初步的体验，互伊先了解无，有建议打几段无？
其实台湾真侪古道已经真侪人咧行，你像迄个侠客路吼，嘛真侪人行，但是可能2天较适合啦，你嘛会使去浸水营，浸水营嘛是，我嘛是感觉用2天来行较适合，你若讲1天咧，你看像迄个水陆古道啦，迄嘛是拢较轻松、较好行的，你讲像淡南古道、这草岭古道，这拢最好行的。除了咱去迄个古道吼，就是咱首先先做功课以外，去到迄个现场，咱会当搁再注心观察什么款？是安尼吼，我惊古道甲吴老师可能就无啥共，因为你大概看到我这款身材就知影讲，这个小老师做大考甲有影爬起哩吼。因为我的目标啦吼，因为我一个目标是讲，我要看摩哈珠山，我要看摩哈珠山，要去山顶啊，安怎，就是爱行起哩。但是我有一个态度是安尼吼，虽然讲装备爱甲吴老师差不多安尼共款了，一个态度是讲心态爱调整。人行3点钟，咱会使行5点钟啊，这是第一点心态来讲。所以人也去看讲去爬到，例如讲这个总分碑去的时阵，人家讲，甲讲一点咯，迄小老师啊爬去，大家拢爬起哩啦。所以我去过足侪所在我甲吴老师的行法就较无共款。是因为我体力较歹，我有当时讲赛车赛到一个讲无法度国赛的时，我就开始用行的所以我一个态度是讲，第一点心态，讲我要行较高，我会使慢慢啊行。龟兔赛跑的这个概念就是讲，我讲乌龟你爬无要紧，但是我行甲会高。我骑沿路我拢慢，我无参像一寡少年人拢要紧咯。这个慢的是个态度是讲，你会使观察就这个物件。虽然讲我会较拢偏文化珠山，但是记忆内底感觉足趣味的吼。其实咱例如讲，咱骑爬咱足侪山，咱其实咱台湾较早有一个产业是蓝蓝，所以咱骑山顶拢有种迄款大青这款物件，有青窟啊，你慢慢啊行，无一定你会去看到这植物会去看到这个遗构。例如讲，咱即马去新溪，你讲伊内底有这个蓝蓝的产业，其实啊拢无人去做，拢无人做，你嘛唔知啥物人去做。但是你去爬山，你会看到讲这一个遗构去遮，你会感觉讲足精彩。伊可能嘛无文化珠山新闻啊，但是你去爬的时阵，你会看到贴石头的方法啊。例如讲，伊这用人质器的拍法，有乱石器的拍法，每一个所在伊拢无啥共，所以会感觉讲台湾遮细，但是伊每一个所在拢无啥共，所以我去感觉讲第一点是讲功课一定爱做，第二点是讲你爱培养一个家己的一个兴趣。是讲虽然讲我的兴趣是文化珠山，但是我嘛最爱看自然的。你遐一个穿山甲的坑，这可能是咱观察，有的人是爱去内底看到生态鸟类，这拢无啥共。但是伊上介好一点是互咱行出去。伫咱的教育内面，就是伫咱的教育内面，其实关系到台湾的这部分其实是量较少的。那比如讲，我想要了解这个古道、这个文化，像老师你讲的这个物件，会当用伫哪几个方向会当去找出来这个资料咧？应该是安尼吼。我家己去看的，我会看日本时代的资料。日本人因为伊甲咱台湾人无同款，咱台湾的传统内底较无感觉讲这爬山足重要，但是日本人来的时阵，伊感觉讲这个山林整治，所以可能你会看到小学生也去爬玉山啊，所以我会看日本时代的一寡资料，图书馆内底有，嘛会看讲，我吴老师你讲的，咱清朝这个政策内底，我当然我家己去找一寡，例如讲台湾文献重刊，我会拍这关键字，因为这中研院的资料伊是开放的，开放咱。拍一个关键，咱就首先先做一寡功课。台湾你讲到台湾历史这部分，咱是甲台湾较悲哀一点是讲，咱拢知影中国的历史啊，拢安怎行，咱要看台湾，咱就开始就唔知讲这条路到底是要通倒去倒，无一定做清楚。这种爱靠咱家己做功课，因为咱若家己要熟悉咱家己文化，咱袂使靠别人。对啊。咱袂使靠别人，家己靠。我家己去爬山，我总有事先做功课。一个心态是讲，你要看是看风景。这个风景我拄仔你讲的历史的部分、文化部分咱唔是要讲定优先，唔是要拼
跑第一，你跑第一，什么拢无看到，这是无效的。伫咱台湾，不管是倒一条古道，是东西南北的迄条路，只要这是英国咱的先民因拍拼用心创造，咱这后世就爱甲伊保存，继续甲伊流传落。刚才今仔日咧有两位老师呢，吴科老师、真鳌爬山也肖老师非常重视这个文化资产的保存，有这个前辈伫甲咱拍拼，也希望讲咱这的人呢，除了去行这古道以外，爱加一分甲伊疼惜保学心。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甲咱分享下这，多谢老师，感恩。也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呢，亲入这个山林吼，去亲近的迄当时的，也爱用咱的目睭去看到咱其实逐日这当中有无共款的台湾历史。也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来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感谢老师，感恩。